多謝 V Star 呢個計劃呢，咁就可以俾我接觸到抱石呢個運動啦。咁啊，其實我覺得呢個運動呢，就譬如有時呢，可能你上去嘅時候，最後即係會跌翻落嚟，或者係即係未必一次過就爬得到最頂。咁但係有時呢，你可以試多幾次，或者同其他即係同學啊分享下呢。我覺得團隊合作呢，都會幫到做運動，亦都其實可以啟發到我呢。其實人生有好多嘢都可以揾人幫手咯。參加 V Star 呢個計劃呢，咁就俾我試到好多唔同嘅新嘢啦。咁我係去參觀咗沙頭角嗰邊嘅，咁呢個地方就即係平時冇乜機會去得到。咁透過呢個活動呢，咁我就即係有機會去到參觀啦，睇下當地嘅人嘅生活啦。咁另外參加咗抱石呢個活動呢，係我第一次玩抱石。咁有好多線路呢，其實我第一次未必做到嘅，咁但係慢慢試下，第一次唔得，第二次、第三次，咁最後係成功咗啦。咁同埋有啲同班嘅同學仔一齊都會互相幫忙，咁我覺得呢樣嘢係一個好珍貴嘅體驗。